大家好，各位，你有冇諗過點解你自以為研究得好通透嘅策略，去到賭台面前反而會變咗送錢入去嘅自殺工具？我喺澳門賭圈打滾咗幾十年，乜嘢人未見過？你哋而家打開手機睇緊我講嘢，呢個頻道叫賭王博弈錄，未訂閱嘅麻煩一下。我唔係同你哋賣廣告，而係想話你知，你哋再唔聽我講，下一個瞓街嘅就可能係你。好多人仲係停留喺嗰種好天真嘅想法入面。第一把放1000，輸咗；第二把放2000，又輸；第三把放4000，四把放8000，第五把放16000，贏咗實掙1000走人。呢個計劃完美到不得了，係咪啊？計到條數好靚，賭場啲人全部都係傻嘅，睇唔穿你個如意算盤真相。其實係賭場後台啊，嗰班人見到你咁樣玩，笑到肚痛啊！你以為自己係喺度賭錢，你係專登送錢入嚟嘅。你嗰套嘢有個好聽嘅名，叫馬丁格爾策略，18世紀法國佬發明嘅，又叫配頭法。嗰個原理簡單到爆，今鋪輸咗下鋪就雙倍落注。理論上只要你贏一鋪就可以收翻晒之前輸嘅本金，仲要賺一筆，聽落好正路係咪？我而家同你拆解下呢個所謂必勝法有幾荒謬。呢個策略要成立有個大前提，就係你要有無限嘅資金。你以為自己銀行戶口嗰幾百萬叫無限，你連賭台上面嗰個限紅都過唔到啊！1930年代賭場已經學精咗，限紅一設，你加倍到第8手就卡死喺度，普通人直接原地破產。你諗下，你第一把壓1000，連輸10把之後，第11把你要壓幾多？512萬，你拎唔拎得出呢筆錢先？就算你拎得出賭台上限紅50萬，掌壓都壓唔到上去。你個完美計劃由頭到尾都係一個偽命題。再者，你以為壓大細係50對50，錯晒仔仔。有個規則叫圍西，3粒西一樣點數就通殺。呢個規則令到你嘅勝率瞬間由50%跌到得返47%。和你唔好睇少呢3個百分點，足夠令莊家晚晚換新車。百家樂仲好笑，莊嘅贏面得45.86%，贏面44.62%。仲有個和嘅贏面9.52%。你無論點樣配頭，數學期望值都係負數。你每壓1蚊就虧幾分錢。最強嘅數學家全部都去幫賭場打工計數。你憑乜嘢覺得自己算得過佢哋？你話我唔信邪？我見過有人配頭贏錢嘅，冇錯，短期運氣好。連贏幾把的確可以贏到錢，但賭場最怕嘅唔係你贏，怕嘅係你唔嚟。你贏嗰啲錢喺賭場眼中叫做廣告費，等你下次再嚟，連本帶利還翻晒俾佢。澳門有句說話，不怕你贏，就怕你不來。只要你仲想贏，你已經輸咗。你算係乜嘢賬？你算嘅係自己個盤數。賭場算嘅係人性。學和，我見住無數人坐喺嗰張賭台面前，頭腦清醒咁入嚟，諗住贏1000蚊就走。結果呢，連輸3鋪之後，成個人已經唔同晒，腎上腺素飆升，理性退場，個腦入面淨係得一個諗法。翻本心理學上，呢個叫損失厭惡，輸錢帶嚟嘅痛苦遠遠大過贏錢帶嚟嘅快樂。
為咗逃避嗰種痛苦，佢願意押上更多賭場，唔係靠概率贏你，係靠你嘅情緒失控贏你。真人真事，你聽，有個傳奇賭徒叫卡拉斯，由50蚊贏到4000萬美金，犀利呢。結果呢，有一晚佢開始輸錢，為咗填翻個氹，佢用咗你哋最中意嘅倍頭法，輸20萬下鋪押40萬，輸40萬下鋪押80萬。一晚之間，人色仔台好似吸塵機咁吸走咗佢1100萬美金。佢唔忿氣，轉去打百家樂，每鋪押30萬美金，2個星期唔夠，又輸多1700萬，4000萬帝國，3星期之內冧咗7成半。呢個就係倍頭法嘅下場。你仲覺得自己比卡拉斯犀利？銀行戶口有冇4000萬美金先？你以為自己可以執行紀律？你係對自己嘅意志力過度自信。賭場入面幾多高學歷、高智商、自控力強嘅人，最後都係死喺再玩多鋪上面。你覺得自己比佢哋全部都強？醒下啦！你連雙11湊滿減都控制唔到，仲指望喺賭場入面控制到自己？講到尾，倍頭策略嘅核心得4個字：本金無限。現實中你嘅本金係有限嘅，而賭場嘅連輸概率係無限嘅。你永遠唔知道下一鋪係輸定贏。你哋仲有個好大嘅誤解，就係以為研究路子有用。你拎住張路子喺度畫啊畫，以為揾到規律，以為跟住條路行就贏硬。我話你知，前後台睇到你咁樣，直頭當你係傻仔。賭場嘅博彩遊戲全部都係經計算機同精算師計過渡過嘅賠率。你研究路子，賭場研究緊你啊！你知唔知而家嘅賭場有幾高科技？隱藏式攝像頭、人面識別技術、數碼化籌碼、百家樂賭台追蹤系統，似落注，每一次贏錢、輸錢，每一次幾時離台，全部記錄得一清二楚。系統會分析你嘅投注行為，計算你對風險嘅意欲，你輸到幾多錢會走。佢哋早過，你自己知道，你仲以為自己喺度同荷官鬥智，你係喺度同一套價值幾千萬嘅人工智能系統博弈啊！我見過有人用人工智能去模擬賭博，設定1000位賭客，每人本金100萬，起注500，限注200萬，現故眼咗倍頭公司去玩。結果呢，進行到1000局嗰陣，1000個模擬賭客入面有444人輸光晒所有本金，去到2000局600人輸光，去到5000局870人陣亡。這字啊禍！隨住牌局繼續，1000個模擬賭客全部都會洗白白，人工智能都贏唔到賭場。你覺得自己比人工智能更強？切禍！你哋好多人仲有個心態，覺得自己唔同，自己夠定力，自己唔會上頭。我同你講，賭場最中意就係你呢種人見嘅。你覺得自己與眾不同，恰恰係你最危險嘅地方。賭場見嘅唔係你嘅錢，見嘅係你嘅人性弱點。你覺得自己控制到人和，但當你坐喺嗰張台面前，手揸住籌碼，連輸幾鋪之後，你嘅大腦已經唔再屬於你。我喺澳門幾十年，我見住無數人滿懷信心咁入嚟，諗住用倍頭法贏大錢，結果輸到除褲。有人輸咗層樓，有人輸咗間公司，有人輸到成頭家散埋。自己係例外，你唔係，你只係下一個。你而家拆穿咗盤貨，
頭髮嗰個假面具，知道自己一直以嚟送咗幾多錢俾賭場嘅，跟住你會問：咁究竟點先可以贏？我話你知，真正喺賭場生存到嘅人，從來唔係靠乜嘢必勝方程式，而係靠一套你自己都估唔到嘅心法。入到場最重要唔係贏，係點樣唔死。你聽過未？賭場最怕嘅人，一次過贏1000萬嗰種，而係嗰種贏5萬就收手，聽日又嚟贏5萬，後日又嚟贏5萬嘅人。點解？因為你呢種人佢哋冇辦法用1晚時間去清空，你只能夠日復日咁俾你蠶食。賭場嘅盈利模型建基於大數法則，但你每次只咬一細口就走，佢個法則就發揮唔到最大威力心法。第一條叫防禦性注碼，你成日諗住點樣去進攻，點樣用倍頭在數，從來冇諗過點樣防守。真正嘅賭徒手上嘅籌碼就係士兵，你每一次押出去都係派士兵出去打仗贏和。你會唔會一開波就將所有士兵推晒上前線？唔會噶嘛，你要留翻後備軍，留翻預備隊。我嘅做法好簡單，和將你嗰日打算玩嘅總金額分成10份，每次只拎1份出嚟，呢份就係你當日嘅子彈輸晒，呢份立即起身走人，唔准留低。份本金等於你嘅防線，防線一穿就要撤退。呢個唔係懦弱，而係戰略。你諗下，你帶1萬蚊入場，分成10份，此份1000蚊，你輸咗第1份，仲有9份喺袋，你個心係定嘅。但你一鋪過壓1萬蚊，輸咗就乜都冇，你個心仲定唔定？心唔定，你就開始亂一亂。就係賭場收你皮嘅時候，你以為賭場贏你係靠概率，唔係㗎。賭場贏你係靠你個錢包乾塘嗰一刻，你仲有籌碼喺手，你就仲有得玩，你仲有得玩就有機會追翻。但當你一次過清袋，神仙都救你唔到。防禦注碼嘅精髓就係要確保你永遠唔會一次過死。你唔死就有機會，你死咗乜都冇。記住一條鐵律，輸錢唔會令你破產，但輸清光就會心法。第二條講時間管理，你知唔知賭場點解要整到金碧輝煌？點解要免費請你飲嘢食嘢？就係要你坐得耐啲，你坐得耐，落注嘅次數就多。落注次數多，賭場嘅數學優勢就會慢慢浮現。你以為自己玩緊技術，其實你係玩緊一個必定會輸嘅數學遊戲。時間越長，和你輸嘅機會就越大。賭場最怕你識走，你今日贏咗錢仲識得走，佢哋就頭痛，因為你帶走咗嘅錢，佢哋要再引你翻嚟，成本好高㗎。你今日輸咗錢仲識得走，佢哋更加頭痛，因為你走咗，佢哋就冇辦法喺你情緒最低落嘅時候再鬆你多幾刀。你要點樣管時間？好簡單，入場之前望住個手錶，校1個鐘頭鬧鐘，時間一到，無論贏錢輸錢，即刻起身走人。贏咗叫做見好就收，你輸咗叫做止蝕離場。你呢世人聽過見好就收同止蝕離場幾次？但你做過幾次？次次都話贏多2鋪就走，結果呢，贏嗰陣想贏更多，輸嗰陣想追翻，結果由贏變輸，由輸變大輸。我見過好多高手，佢哋嘅秘訣就係打得快，走得快。佢哋唔會留戀嗰張賭台，唔會留戀嗰個氣氛。
佢哋當自己係一個殺手，殺完人就走，似學和，絕對唔會留喺現場睇熱鬧。你入到賭場，要當自己係嚟開工，唔係嚟消遣。你開工會唔會開足24小時？你會㗎，你份工係賭博，你會不知不覺開足24小時，然後成副身家輸埋。你要記住，賭場嘅時鐘係為你而設嘅陷阱，和你唔好俾佢呃到自己戴翻隻手錶，自己控制自己嘅時間心法。第3條，情緒控制，呢條最難，但亦都最重要。心理學，你以為注碼管理同時間管理好緊要？我話你知，呢兩樣嘢加埋都唔及情緒控制咁重要。你嘅注碼可以計到好靚嘅，和時間可以管到好嚴，但只要情緒一爆，全部都係廢嘅。你有冇試過輸到個人怒憎，輸到個人紅晒眼，乜嘢都唔理，淨係想追翻啲錢？你肯定試過，唔使怕醜。坐喺賭台面前嘅人，10個有9個都試過。你嗰陣時仲記唔記得咩嘢注碼管理？淨係想將手上所有籌碼推晒出去，一鋪追翻你。嗰陣時仲記唔記得時間管理？你連而家係幾點都唔知啊！你淨係知道輸咗好唔忿氣，要追呢種狀態，我哋叫做賭徒末日。一旦進入呢個狀態，你嘅大腦前額葉，即係負責理性決策嗰部分，會俾你嘅杏仁核，即係負責情緒嗰部分騎劫晒。你已經唔係一個理性嘅人，而係一隻受傷嘅野獸，只係憑本能去反擊。但賭場最擅長就係對付你呢種野獸。要點樣控制情緒？你要喺未入場之前設定一條生死線。乜嘢叫生死線？就係你今日最多可以輸幾多錢？呢條線一掂到，你就要當自己已經死咗，即刻起身走人。呢條線嘅金額要設定喺一個你輸咗都唔會肉赤嘅水平。你輸咗會肉赤，就代表條線太高，你要再降低你嘅生死線。應該係你輸得起嘅錢，唔係你覺得可以贏嘅錢。我再講清楚啲，你帶1萬蚊入場，你嘅生死線可能係3000蚊。輸到3000蚊，你就當自己已經死咗，你已經輸咗今日嘅限額，你嘅任務已經完結。你起身行出賭場嗰一刻，你應該覺得自己贏咗，因為你成功執行咗你嘅紀律，你冇俾情緒控制到你。但好多人會問，如果輸到3000蚊嗰陣 feel 到下一鋪會贏呢？我話你知，你個 feel 係呃你嘅，你嗰種感覺叫做賭徒謬誤。谷達連續開咗10鋪細下，一鋪就應該開大，但每一鋪失仔都係獨立事件，唔會因為之前開咗乜嘢而改變。似個 feel 只係你嘅情緒製造出嚟嘅假象，目的就係要你繼續賭落去。你信自己個 feel 不如信我講嘅說話。我見過一個真實案例。有個客仔本來好守規矩，每次都贏幾千就走。有一晚佢狀態唔好，連輸幾鋪，遲夜過咗自己條生死線。佢身邊嗰個朋友同佢講：算啦，走啦。佢話唔得，我要追翻。結果佢唔單止輸晒嗰日帶嚟嘅錢，仲衝去櫃員機撳錢，再輸再撳再輸。嗰晚佢輸咗相當於3個月人工嘅錢。第2日酒醒喊到收唔到聲，佢話：我明明知道要停㗎，但嗰刻我控制唔到自己。你呢？你有冇試過類似嘅經歷？有嘅話，你而家喺評論區打個1字，
等我睇下幾多人中過招，你唔使覺得醜，因為呢個唔係你嘅錯，呢個係人類大腦嘅設計缺陷。但你要知道問題所在，又諗辦法去解決佢。解決方法就係你喺未輸錢之前，預先寫低你嘅生死線，然後將佢貼喺你個銀包度。當你輸到去嗰個位，你拎個銀包出嚟，望住自己寫低嘅字，提醒咗你已經死咗，你今日嘅遊戲已經完結。呢個動作好似好傻，但係有效嘅，因為佢可以強迫你嘅理性大腦重新開機，奪返控制權。你記住，賭場嘅燈光、聲音、氣氛全部係設計嚟令你情緒高漲。你情緒高漲就會做錯決定。你要反其道而行，保持冷靜，保持清醒。點樣保持？你可以飲冰水，唔好飲酒。你可以去廁所洗把面，等自己清醒下。你可以行出賭場門口，吸啖新鮮空氣，再決定繼唔繼續防禦。注碼係你嘅盾牌，時間管理係你嘅指南針，情緒控制係你嘅銀命線。呢三樣嘢，我缺一不可。你淨係識得倍頭，你只係一個盲目嘅士兵。你學識呢三樣心法，你先至係一個有策略嘅將軍。學晒防禦、注碼、時間管理、情緒控制呢三條心法，以為自己已經好掂，可以落場大殺四方。但係我話你知，仲差最致命嗰樣嘢未講。呢樣嘢就係割禾青嘅藝術。你聽過割禾青未呢個詞？喺賭圈入面，只係贏咗錢之後點樣安全撤退？你以為贏錢難？我話你知，贏咗錢之後識得走仲難過。贏錢你贏咗10萬，想贏20萬；錢你贏咗20萬，想贏50萬。你贏咗50萬，開始覺得自己係賭神，覺得成個賭場嘅錢都係你嘅。結果呢？結果你由贏50萬變到輸50萬，再由輸50萬變到輸100萬。你成個過程贏過錢，但你最後輸突，你係咪覺得好熟悉？你肯定試過啦。贏錢嗰陣唔肯走，最後賭輸返轉頭。割禾青嘅核心就係要喺你贏到某個目標嘅時候，自己起身走人。呢個目標你要喺入場之前定好。你今日贏到本金嘅1倍就走，你贏到某個固定金額就走。總之你要有一個目標，一到達即刻走，唔好諗住贏多鋪，唔好諗住破多個紀錄。你嘅目標就係你嘅救命符，你掂到佢就要當自己已經完成任務，可以收工。我見過最犀利嘅一個職業賭徒，佢每日只玩1個鐘，每日只追求贏10%就走，玩咗10年，由10萬本金滾到過千萬。你問佢秘訣係乜？佢話：我唔係技術好過人，我只係夠膽贏10個巴仙就走，就覺得10個巴仙好少，但每日10個巴仙複利計算，1年係幾多？你知唔知？你覺得少，係因為你貪心，你貪心，所以你就輸。你要記住，賭台上面嘅錢，你未袋入袋之前都唔係你嘅。你贏咗10萬嗰10萬，只係暫時擺喺你面前，仲未屬於你。起身行去兌換處嗰一刻，將籌碼變成現金，嗰一刻嗰啲錢先至真正係你嘅。好多人嘅係死喺呢段路上面，由張台行去兌換處嗰幾十步路，佢哋都忍唔住回頭再壓多鋪，就係呢一鋪。輸晒所有割禾青嘅藝術，仲包括贏錢之後嘅
冷淡處理。你唔好喺度歡呼，唔好喺度晒命，唔好引其他人注意。你贏咗錢，靜靜雞起身，靜靜雞行去兌換處，靜靜雞離開賭場。你越張揚，你就越容易俾賭場盯上，亦都越容易吸引到周圍嘅債仔同騙子埋身低調。贏家嘅基本修養。跟住落嚟心法第5條，經營思維，你要將賭博當成一盤生意，而唔係一場遊戲。做生意你會點做？你會計算成本、計算利潤、計算風險、計算回報率。你會做市場分析，會做對手研究。你會建立一套制度和確保盤生意穩定運作。點解你賭錢嘅時候就完全唔記得呢一套？你入到賭場就係你嘅公司開門營業，你嘅本金就係你嘅營運資金，你嘅注碼策略就係你嘅定價策略，你嘅時間管理就係你嘅營業時間，你嘅情緒控制就係你嘅內部監管，你嘅國和清目標就係你嘅年度盈利預測。你將呢盤生意嘅每一個環節都制度化，先至有可能長期生存。但好多人點樣做生意？佢哋唔計成本，唔計風險，見到有得搏就瞓身。呢種做法，就算俾你贏1次、2次，你嘅生意最終都會破產，因為你冇制度、冇紀律。你嘅成功只係建基於運氣，而運氣呢樣嘢係會用完㗎。你要問自己一個問題：如果你係一間公司嘅行政總裁，認同和，你會唔會容許自己嘅交易員用倍頭法去操作公司嘅資金？你絕對唔會，因為你知咁樣會害死間公司。但點解你對自己嘅錢就咁寬容？你嘅錢唔係錢嚟㗎，你每1蚊都係用血汗賺翻嚟，點解你要咁輕率咁送俾賭場？我教你一個實際嘅做法，入場之前寫低一份簡單嘅營運計劃書，寫低你今日嘅本金係幾多，注碼係幾多，止蝕位係幾多，止賺位係幾多，時間限制係幾多，然後你嚴格跟住呢份計劃書去做。當你執行完計劃書嘅內容，無論結果係贏定輸，平和，你都算係成功完成咗1日嘅生意。贏咗你賺到錢，輸咗你賺到經驗，兩樣嘢都係有價值嘅。講到呢度，我哋同你講一個真人真事。呢個故事我每次諗起都覺得覺心寒。呢個故事可以話係賭圈入面最經典嘅反面教材。約10年前，澳門有位好出名嘅生意人，我叫佢陳生。陳生本身做物流起家，身家過億，為人精明，商界打滾咗幾十年，乜嘢風浪未見過。佢開始接觸賭博嘅時候，好有規矩，每次都只係當消遣，輸贏都有限。但有一年生意上遇到少少阻滯，資金周轉有啲困難，佢就諗住不如去賭場搏下，贏翻筆錢翻嚟周轉。佢一開始真係贏到錢，用100萬贏到300萬。佢覺得自己揾到捷徑，生意唔使做啦，專心賭錢好過。佢開始越賭越大，越賭越密。佢老婆勸佢遲夜，佢啲夥計勸佢，佢全部當耳邊風。佢話：你哋呢啲凡人邊度識得我嘅策略？結果呢，佢喺1個月之內由贏300萬變成輸800萬。佢唔忿氣，賣咗層自住嘅豪宅，拎住2000萬現金再入場。佢諗住一鋪翻身，結果2晚唔夠1000萬，輸成200萬。佢已經完全失控。
個腦入面淨係得返一個念頭，就係要追佢周圍問人借錢，借高利貸，借到冇人再借俾佢。最後嗰晚，我喺貴賓廳見到佢，佢成個人瘦咗一圈，對眼紅到好似出血咁，手上揸住最後50萬籌碼，係佢問一個相識幾十年嘅老友借返嚟嘅。佢對我講：老細呢鋪贏咗，我就返家鄉。我望住佢，佢已經玩完。我同佢講：陳生，你走啦，你仲有機會東山再起。佢冇理我，將50萬全部壓落去莊嗰度開牌閒贏。陳生企喺度呆咗成分鐘，跟住成個人軟晒坐喺地下。第二日，陳生嘅老婆帶住2個仔女嚟賭場揾人，但揾唔到。後來佢哋收到消息，陳生當晚由賭場停車場頂樓跳落嚟，當場不治。佢老婆喊到暈低，2個細路唔知發生咩事，仲問媽咪點解爸爸唔返屋企食飯？你知唔知陳生最後嗰晚講過乜嘢？佢話：我明明知道要停㗎，但我控制唔到自己。人啲呢個故事講過好多次，但每次講都仲係覺得個心好唔舒服。陳生唔係一個蠢人，佢曾經係一個成功嘅企業家，其中佢嘅智商絕對高過你同我，但佢都係輸俾賭場，輸俾自己嘅心癮。你覺得你比陳生更有定力，你覺得你嘅意志力比佢更堅強，嘅多，你唔會行到佢嗰步。我但願你係啱嘅，但歷史話我知，大部分人都係高估咗自己。你而家睇緊嘅係《賭王博弈錄》，我同你講呢個故事唔係要嚇你，而係要你認清一個事實：賭博呢樣嘢唔係技術問題，唔係概率問題，而係人性問題。和你一日控制唔到自己嘅貪婪同恐懼，你一日都係賭場嘅獵物。你嘅配頭髮，你嘅路子，你嘅所謂策略，全部只係你俾自己嘅藉口，等你覺得自己唔係喺度賭，而係喺度投資。我見住賭場每日開門，每日都有人滿懷希望咁行入嚟，然後垂頭喪氣咁行出去。有人輸咗層樓，有人輸咗間公司，有人輸咗頭家，有人輸咗條命。賭場嘅地板每一缸都沾滿咗賭徒嘅眼淚同鮮血。你仲覺得自己可以例外？我唔會叫你永遠唔好賭，野王，因為我知呢句說話對你嚟講冇用。你想賭嘅時候點都攔你唔住，但係我求你，如果你真係要賭，你記住我今日講嘅每一條心法，你記住防禦注碼，記住時間管理，記住情緒控制，記住割和清，記住經營思維切和。你記住呢5條，你至少可以輸得冇咁慘。你唔記住，你嘅下場可能會同陳生一樣。你仲未訂閱《賭王博弈錄》，謝你而家同埋龍家齋訂閱埋佢。我唔係貪你嗰個訂閱數，我係想你每次打開呢個頻道都睇到我講嘅嘢，提翻醒自己。和你每次想衝動落注嘅時候，你諗起我今日嘅說話，諗起陳生嗰對仔女，你或者會停一停，諗一諗，我唔係乜嘢聖人，我都輸過錢，我都試過上頭。正因為你輸過，我先至知呢條路有幾恐怖。我分享呢啲心法出嚟，唔係要扮大師禿影，而係想話你知，仲有第2條路可以行。你唔一定要贏大錢，你可以選擇輸少當贏，你可以選擇全身而退。就講到呢度，大家好好參透下。記住，賭場嘅燈永遠唔會熄，
但你嘅人生會你自己揀。下期再見，保重。